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台飞》，我是陈明珍。我俩所在位所呢，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都市计划区，也是台湾有史以来面临大面积的土地征收最多摆的地方。咱就是桃园航空场核心计划的所在地，桃园县的太原乡哦。了后呢，自从民国101年9月18号行政院宣布正式了系统以后呢，那1年来到地方上引起的风波争议大小小，不是停停过哦。到8月份时间，政府单位连续举办12场的说明会，那期间地位度呢，我便拆提了9500人份人物的25000人的民众呢，都来参加了公开展览的说明会哦。到场都喺推动推下，吵到闹砰砰的吼。都在安泰的开发案，佢开发面积差不多将近4800公顷，实体采投5000亿元按度的经费，那个争议到底有几多？还有乡亲的意见有乜解呢？但系你行到总对，谈谈乡亲的意见，也谈谈政府单位佢哋回应係乜解？开会了！节目讲头来都系呢个太原乡嘅人数叫面头前哈，可能台下乡亲哈，初亲呢要拿来青岛嘅牌哈，但我都下定记得对了，青泰嘅都市计划嘅开发案嘅意见啦哈，马上为收嘅来宾，第一个呢系桃园县政府上乡发展局嘅吴启明吴局长你好。主持人好，那现场的各位乡亲，还有电视机的前面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他在为你收嘅系桃园县政府地震局嘅局长林学坚林局长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各位敬爱的乡亲以及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再来，您讲到桃园的前塘指乡，也比塘係非常的多哈，目前都還有2800人隻嘅比塘哈。當然咧，按太隻嘅種期團整數地位度呢，有青島嘅比塘，係咪改變呢？有前塘指鄉嘅人文變啊水文嘅體貌呢？有請到入比塘嘅專家，佢係中原大學嘅種嘅教授陳啟鵬陳教授你好。太原乡的鄉親大家好，還有電視機前面的觀眾大家好。再來為你收嘅係您嘅太原鄉嘅鄉民代表尤武和尤代表你好。主持人你好，以及咱現場這鄉親時代大家好，咱電視機頭前這觀眾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好。呢隻計劃呢？嘅目標年度係2030年啊，從你下2012年、13年算嘅話，走過17年哈，佢希望最達到嘅係做到2.3兆哈，2兆3000萬安泰嘅經濟效益，再創造840億嘅稅收，甚至係26萬隻嘅工作機會。到2030年嘅時間，所以看到一樣嘢效果冇，也講效果比你下所按算嘅行價太咯，也講其實你效果有人講做係看得到，咁見真見得得到冇咯。相信等陣新聞記者鏡頭去了解下，到底咧桃園航空場從去年行政院宣布以來正式推動以後，2年來到地方上引起嘅爭議啦，風波有哪啲？為到本桃園機場發展變做東亞洲最重要嘅機場，政府按算投入4950億元，來推動總共有4790億公頃安範面積嘅桃園航空場計劃，兩面係國內4項面積最大嘅土地開發案。航空城計劃目前是台灣最大的一個土地開發的計劃。那馬英九總統也把它列為那個愛台12項建設裡面的一個旗艦計劃。不過，到19場航空商界公開展覽順利回讀，民眾還係堅有爭議，因為5間年土地本徵收，對徵收嘅標準係乜嘅，又有哪條相關嘅配套措施？民眾認為政府嘅說明到規劃還唔拿清楚。政府到底要給我們哪方面的一些措施配套，應該要公開很正確的一次給我們講清楚。徵收的土地是房子是1坪換1坪，還是他們2坪來換我們1坪？老百姓總是要生存下去。出台交通部為徵收嘅核心區提散跑頭之外，順條為空台徵收嘅土地，讓政府按算規劃包含從送入區、產業專用區兩條分區。不過，多時節為咗安動應對麼，水資業又都難為對，環保團體認為兩條都項目做好規劃。缺水的部分也沒有具體說是可以提供，這樣子的政策環境其實是非常草率的。集團進修項目開始。
香港省府权嘅农地，万乃为着看到外卖嘅广告，土地从家嘅行业也非常发达，以上系难为一嘅战场。牵涉到几万人嘅大规模迁徙，要会让人好好处理。政府听着要有充分嘅说明劳能力。好，看到新闻样片啦，先来讲一下啦哈。其实咧就安尼呢，伊本来2部分来分期来做，伊就是桃园国际机场延期，了部分系属于交通部来进行的哈。另外系富圈 T 期、铁天期了，计划呢系属于桃园县政府来做嘅哈。所以本做2个部门，本2个集团来做整理啦哈。到底系详细情形，用帮医生看张图表了解下哈。航空场咧，种铁天期嘅示意图，这个可以看到啦。目前咧，种嘅机场嘅专用期，头先讲到迄交通部嘅用道嘅，注意去啦第3跑道这个地方哈，还有这个部分咧，也系用道面积系2788公顷。另外咧，种嘅产业专用期呢，所以头先讲到嘅富圈 T 期、铁天期啦，部分喺桃园县政府嘅用道嘅，佢面积系2003公顷按度，合起来加总共嘅开发面积系4791公顷，而整数嘅期团整数嘅面积系3073公顷，那其中有2500公顷系属于一般农地，含个铁天期跟农地啦哈，所以总经费大概花掉4500亿元哈，这个经费可能还会往上追加哈，所以这还不是最后的一个部分了哈，所以那看到嘿。部分机场专用区这个部分是肯定要把它推平的，因为这是第3跑道，就现有桃园机场在这边。那再来就是产业专用区啦、商业核心啦，还有这行政的住宅用区啊、自由贸易港区哦，因为台北港在这边嘛，所以空港、陆港哈，海运的港跟空港要连接在一起哦。那其实这个计划非常非常大，我想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吴启明吴局长，就是说。桃园机场它一定要扩建吗？它扩建的理由是什么？因为如果没有要扩建的话，就没有这个航空城的这个核心计划要来做嘛，对不对？那桃园国际机场从民国68年开始启用到现在哦，已经30几年了。那目前只有2个跑道哦。那我想前些日子大家也都在报纸有看到，2个跑道如果一个要整修的时候，另外只剩下1个跑道。那对整个机场的营运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因此交通部呢就提出要扩建第3跑道的一个用地的一个计划。那当然这个第3跑道的用地计划，除了可以往南或往北或者是几个填海的一个方式等等，那这个或许在中央都已经有考虑到，但是最后的决定就是以往北的方向，也就是目前。刚才主持人跟各位报告的这个范围，那么由交通部决定，第3跑道就是在那个用地范围哦，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取得的一个用地。那么为什么要取得这样的用地？我想也跟我们整个台湾跟国际的竞争力是有关系的。那各位应该可以知道说，台湾是在亚洲地区的一个中心点的一个位置，那么不到3个小时的一个航程。那么都可以到达亚洲主要的一个城市，包括新加坡、香港、韩国首尔等等。所以局长，你的意思是说，桃园机场本身拥有，就是说前往亚太各重要城市最短航程这样一个优势，它可以未来有可能成为一个所谓东亚的运筹枢纽的机场。是没有错，因为我们台湾的位置实在是太好了哦，因此我们是有这个竞争力，能够赢过香港跟新加坡的。好，那我想请教我们这个建筑跟都市专业这个部分的陈教授，就是说，其实这个要征用了第3跑道这部分哦，就是现在这个部分要铲平6个村哦。那到底是机场要越建越大才会效能越来越高，还是说其实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提升桃园机场的竞争力？还是说您觉得这个开发案也是势在必行，它的必要性跟重要性都必须一定要来马上做？其实对第3跑道哈，我基本上是采取一种保留的态度，因为哈，我觉得整个航空城的计划哈，在非常短时间性哈，然后推出来哈。那像这第3跑道，当然了，刚刚吴局长我们都也是老朋友了哈。第3跑道他有提到那个理由，听起来还是蛮合理的。可是我必须要提出另外一个观点哈，其实香港赤道角机场的经营比我们桃园机场不知道好几倍，对不对？它只有2条跑道，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可以让我们思考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你看那个核心商业区有没有？那是空军基地，它本来就有跑道啊。那为什么当时第3跑道不想用这个替代方案来思考呢？
我知道，当然这有一些他的想法，因为那个空军基地拿掉了以后，青埔高铁特定区的房子容积率全部增加起来的。对于土地开发者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商机啊。可是为什么当时都没有来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纳闷的。所以你觉得说现成的空军基地的跑道，它其实就可以当作是第3跑道来用，不一定要征用这个现在这个6个村这边。我是说这是一个替代的方案，可以替代的方案。为什么当时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就率尔就是说我们要开设第3跑道。是。那我觉得我一直长期在研究我们桃园县这种工程移民啦，就像我们石门水库移民，有多少人移到海边去？他们的命运很悲哀啊。像民国60年，你们大园的乡亲为了桃园机场，你们也被移民，有的移到现在桃园市的后站，有的移到那个就在那个大竹那个地方等等，好像牺牲的都是我们大园的乡亲呢。那从来都没有人哈好好来考虑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所以我基本上我并不反对国家的重大建设，航空城计划是一个有魄力、有愿景的计划。可是我觉得操作的手段太急、太草率。那问题我接着请教我们的林局长。刚刚我们的陈教授已经讲了，桃园的工程移民是非常非常多的。我们现在所在大园乡，这一次是要面临第3次大面积的土地征收。第1次是在日据时候，也是盖机场；第2次是民国60年代10大建设，也是盖桃园机场哦。所以就变成说，大园乡亲一次又一次，还要再一次的面临这个土地的这个流失，然后要迁徙哦。那目前当然居民人都很关心啦。如果说你一定要征收我的土地，而且是采用区段征收，那我就要问了：征收完之后要安置在哪里？那地政局目前已经开始下乡去做这种小型的安置说明会，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作业，你们民政局是怎样来审慎的面对，还是说其实就是行礼如仪把它做完就好了？那国家因为公益的需要来征收我们私有的土地，它的前提一定必须要有需用土地人跟所有权人来做协议架构，协议架构或其他方式来取得，不成才能走到征收。那原则上征收是最后不得已的一个手段。那征收在土地行政上，它是属于一种。可是林局长，刚刚我们教授讲了，没有替代方案呢。如果说征收是最后才要采行的必要手段的话，应该要有替代方案啊。我这跟您做一个报告哈。是。我现在跟您报告就是说哈，是。因为我们现在跟以前的模式可能比较不同哈。以前当时大人相亲的可能就是一般征收。对。一般征收它只能一种选择。它可能就是领钱。那现在我们这个航空城的一个计划，我们是采区段征收的一个模式。那整个征收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为什么会要开公展说明会？我们为什么还要接下来开将近请村长来，请各位乡亲来开100场的所谓的安置说明会？我们就要听听我们一些乡亲的声音。就陈主持人刚刚所提的，我们的安置。现在目前都市计划草案里面有画一些安置街锅，可能有些乡亲认为说，你这个安置街锅不适合以后我们所想要的一个位置。那当然，我们在慢慢的开的过程当中，包含村长都会提出一些声音出来。所以这100场是要更详细听民众意见，是的，所以这个是本来政府就是应该要这样做的。所以都听完之后，然后再送交给中央，才会做最后的定案。我们会跟他做一个对，在整个都委会过程中，我们会建议说，我们有所本嘛，因为我们来开这个小型说明会，乡亲的声音，甚至我们会有问卷给他做问卷，我们也一一跟他做说明。像今天早上在30村的那个村长李村长，他也认为说，这哪一个位置是比较适合他们是安置的地方？那这样的一个声音，我们一定会把它反映到整个都市计划委员会里面，供委员们来做一个很大的一个参考。航空城的征收时程，102年底，就是今年年底，内政部要来审定新定的都市计划内容。所以刚刚我们的林局长讲的说，要怎么样安置结果在哪里呢？还要开小型的安置说明会，到时候呢，他们会带着乡亲的意见到都委会里面去说清楚，到时候才会定案。但是是不是真的今年12月底就能够定案呢？其实还不一定啦哈。再来看到是，如果照这个时程来走，到了103年的时候，县政府就要来查估地上物，完成所有的所有权人的清册哈。再来是104年呢，就要开始来土地征收审议小组审定，要逐年分批进场施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要来做这个土地征收，甚至公告啦审议发价
地目的发价都要出来了哈。到了106年到107年的时候，就是大家最关心的区段征收安置土地抵费地，这个时候要来抽签分配。所以现在我们所讲的事情，大家很关心，我将来要安置到哪里？我要分配到抵费地到底是在哪里？是一种什么样地目的抵费地呢？要到106年到107年之间才会来抽签分配哈。那至于抽签是怎么样的抽法，等下也可以来问一下详细的哈。再来是108年要完成征收，那整个区段征收土地都完成之后呢，才会进行后面的工程，希望2030年能够整个来完工哦。那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邮箱代，就是说，其实每一场的公开展览说明会，你应该都有参加吧？那乡亲的意见是什么呢？他们对于这个时程都了解吗？他们对自己在这一次的大的计划里面的权利义务也都清楚吗？整个航空城呢，无经过我大行人的同意，伊就来做这个计划。首先，伊头一个部分是由咱交通部民航局所办的，就是第3跑道 A 湾区第3跑道。第3跑道伊是包括圳头、后厝、沙仑、德围、海口以及果林部分。这个6个村。6个村，这个就是第3跑道。那么你第3跑道要做，就是表示你机场趁钱嘛。第1跑道甲第2跑道无够用啊嘛。但是航空城未来的时阵哦，伊甲咱的噪音防治的费用，甲咱减一半，1年超甲咱减1亿去，这咱绝对爱来甲讨。咱即摆佫公道转来，就是讲，伊为了要兴建这个第3跑道，县政府呢。所以后壁佫对了一个做啥？做航空城。特定区的这个开发计划。对，附近特定区的开发计划，就是这个部分是由咱桃园县政府所来办理征收的，吼，甲这个部分。啊，伊这个都市计划呢，这张图是咱全乡民无同意的。啊，咱大家甲看哦。以交通部民航局所办理、所规划街道市容是井然有序。这是空军基地。空军基地。那么县政府伊所规划，咱甲看，伊利用地形地物，道路没有截弯曲直，陂塘预留太多，造就很多麒麟地。你来看，伊这就是杂乱，这一边还有这一边，你们可以跟他看，包括伊这个部分呢。这拢是坟墓用地啊！啊，这个部分看袂到的部分。坟墓用地也要征收来做什么用？住宅区，坟墓用地规划为住宅区。等一下我要问局长哦，我要问清楚，真的要把这个坟墓用地征收，当然是当做居民安置的地方吗？对。好，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邮乡民代表，在这张这么大台湾有史以来最大都市计划图的前面，跟我们讲一下这个事情。但是我有个问题，我要先问的是。真的那个坟墓用地要当作是居民安置的住宅用地吗？哪一位局长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的回答 ，yes or no。好，我跟各位乡亲报告哈，那这个都市计划的拟定机关是内政部哈，是内政部哈。我想我们在12场的说明会都有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都市计划单位在规划这个这个整个都市计划的时候哦，基本上我们都需要相关单位来提供。那么大园乡公所就这个范围里面。它应该是有提供公墓的范围，那刚才有代表所提的那个区域是属于坟墓用地，那这个部分我必须要再进一步去厘清哦，因为我刚刚报告，如果属于公墓的部分，我们不可能把它划为住宅区，我们一定把它划为公共设施用地。但是如果有一些属于零星的那个私人墓，那个地方现在是芦竹乡的公墓。好，如果是芦竹乡的公墓的话，我想这个部分。我回去会跟那个内政部要求他们会把它改为公共设施用地，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局长，这个问题就很大了呢。做规划的人居然不知道说那边是芦竹乡的公墓，要来做民众安置，这个作业到底是粗糙的还是细致？我想先请教授来回答一下。我真的想问一个问题：是什么公司什么单位制定出这样一个都市计划出来？我们看到这几个问题，你看那边的埤塘各自为政，像这边最重要那个埤塘，我讲一点在我们那个航空城的计划书里面，它有谈到外部的威胁，其中有一点提到说全球暖化、极端气候的因应。其实这21口埤塘啦，就3口会被填掉，假如第3跑道要开的话
21口埤塘，跟这个都市计划，跟未来这个城市啊，假如要建设的时候，利用这埤塘来化解这个极端气候对我们这个都市的影响，在这个都市计划图里面都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埤塘它就是把它保留，因为现在埤塘受到湿地保育法的保护，不准任意填呐，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埤塘就划成一个公园绿地。我们看看我们桃园县把这些埤塘当然一代比一代进步啊，可是把埤塘当作公园其实损失的是什么？是埤塘原有的生态。那我谢谢我们教授的说明啊。那我想现场开放给我们乡亲，你们对于这样的一个土地征收，对于一个航空城的这个计划，有没有什么想法和意见？请举手发言。好，这位先生。这是一个非常粗糙非常粗糙，要甲百姓电信，要甲百姓抢土地、甲抢财产的一项征收案。中央说，伊讲机场第3跑道可以使用，而且他拄咱教授嘛讲过啊，会使开100亿，第3跑道甲做个原本的空军机场，啊，搁遐甲做一个咱即摆毋着第2个第3第3航厦，甲企业我环保心来发展，这毋知是真正要第一大方向，即摆毋是啊，甲咱耍，甲伫位海口后厝山仑圳头5、6村的人甲赶来跑道，才甲这人征收掉，搁来搬跑道，人咧讲土作库子放屁，为什么要做这工课？这就是真正粗糙。真正大汉人足可怜的。我即摆我爱搬，搁毋是搬1摆就好，搁爱搬几摆。你看这政府是毋知咧办什么代志？我咧坐基层的劳工，趁1世人，拄规世人伫遐搬厝，有可怜啊无？这政府毋知读甲毋知咧想啥，真正讲诶，真正有够可怜的啦！这百姓真正足可怜，毋知要安怎。所以，这位先生，你觉得说你们被区段征收、被征收太多次了？不是，我从小就从机场里面搬出来。我以前住大海村的，现在搬到那个圳头村。是。啊，这一次机场又要扩建，你又要再搬一次。机场我本来搬到大园村，然后兄弟分家搬到圳头村。现在圳头村又到第3跑道，我要搬家，他是先给你安置街锅。我是住透天的，我可以选那个，他房租给你，搬迁费给你，房租我先去租房子，然后他108年在那个空军基地规划好了，你再去那边建地，你再搬一次。请问咱今仔日的报告，敢若拢甲教育一点仔关系拢无，教育，所以咱的教授伫在座，咱家教授，请麻烦教授替我们大家主持一个公道。我们以后的小孩子就学，我们有就学权。第3跑道有3间国小要因此废校。对，不止3间。不止3间。对，好，那有的刚建设完的。就校长很用心，刚把学校建设好，然后就要拆掉。那面临这个拆迁的命运，他又把附近的学校合并，就是有的要到别的学区去就读，但是他的交通工具，他的种种一些教育一些问题，造成我们的村民的不便有的上班族要赶回来要照顾小孩，那因为学区就已经不是在家里附近了，就已经要走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呢那个舟车劳顿这个损失所以政府都没有在替我们想。那请教授还为我们主持个公道。我自细做动员呐，做动员讲客家话，做动员末呀结婚搬来家，搬来这里呢，我以为就可以在这边快快乐乐的过一生了，没想到从山里搬到海边就对了。又碰到这个问题，我想说乡亲是不是摄影机照一下，我们牌子先举一下，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讲到话，牌子举一下，拜托摄影机大哥。开始，帮我照一下这是我们的新生漂亮宝贝社区是在那个水源路那边我们澄清了无数次，我们的条件都符合。说明会第2场、第1场我都有说上去，那吴局长自己本身，还有地震局局长他们也在内。第2场说明会，他是要求我们全部住户40-50户签切结书、盖章、签名。原则上，他是要求我们这样。
可是呢，现在呢，他的说法又切不一样结书的哦。意思是什么？就是原可以保留。哦，你们只要全部77%以上的人签切结书、盖章、签名，基本上他就答应保留。好，所以能不能原地保留是你们很关心的问题，是不是？对，好，因为我们辛辛苦苦贷款都还没有缴完，是啊，你一下子要叫我们搬，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一个房子，安身立命的地方，现在工作也很难找哎。经济也不好，那你一下子航空城来了啊，我们要走了，要走去哪里？那我想请问一下，刚刚我们的吴局长就是说，刚刚这位大姐讲说，只要有70%的社区居民签切结书，他们就可以原地保留，不受60分贝线以南以北这样的一个土地规模大小的限制吗？刚才他所提到的，我们在说明会那大概原则上有告诉乡亲，就是说。假设你是属于这样子的一个社区里面，那么你100%同意都要求要保留下来的话，那在都市计划的审议过程当中是可以讨论的哈。我想我在这边特别借这个机会跟各位乡亲报告哈，目前这个都市计划是一个草案，包括你要怎么留，要不要留或者是我们的规划不当等等，都可以提出来，我们都可以做调整。那漂亮宝贝社区我想在第2场的时候，当时洪分署长拟定机关是城乡发展分署洪分署长，那么他大概有提出，因为政府的原则也是不希望拆民众太多的一个房屋啦那可是我们必须要长久的去考虑你的居住品质好不好。如果大家能够希望能够维持下来的话，我想在都市计划的部分是可以做一个考量的那之前我当然我有跟你报告，就是说是不是还有机会可以协调，我同样的一个环境，我帮你搬到好的一个住宅社区的部分，社区可不可以接受？好，那不接受没有关系嘛，这个都市计划目前还在审议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可以讨论的。可以讨论的。谢谢。那我想问题，我要请教一下我们陈教授。其实这一整个所谓的航空城核心计划这样的一个东西，它原先其实从吕秀莲县长开始，又经过了朱立伦县长，到现在的吴志扬吴县长它其实是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它规模也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们国家越来越进步，我们的企图心也越来越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了哈。但是从这一份就是要举行公开展览说明会的这个县府所核发的公文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办理进度说明里面讲到，县府历经多次和中央政府协商，终于取得扩大开发规模的共识。也就是说，整个桃园国际机场园区，它原本是一个主计划。后来是因为这样子，县政府希望能够扩大计划，才会有后面的及附近地区特定区，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更大面积的土地征收问题那刚刚我们的吴局长一直讲说，这个案子都还没有定案，我们有可能回到最原先那个只有国际机场园区的案子吗？还是说其实这个案子还是会照样走下去？我觉得这航空城我个人是这么觉得啦。我觉得它那个政治操作的色彩太浓厚了。对不对？那你要发展航空城可以啊，可是要根据现况，要根据我们桃园的特色来做发展啊，对不对？我觉得现在慢慢扩大，凭良讲，像青埔特定区，对不对？跟原本的航空城中间有一段距离了。像好就是那原本那个空军基地，它是不愿意纳入的，对不对？那后来愿意纳入了，那当然这是当然是有上层的指示嘛，空军。那个空军基地愿意从桃园迁到屏东去了啦。对，刚开始他是不愿意的，所以说后来就扩充成将近6000公顷大的一个航空城计划。那我们要讲一下一个都市计划的审议，我想吴局长应该很清楚，几百公顷的都市计划都要耗好多年了。可是我们的航空城计划大概是，假如12月通过的话，我破我们台湾的纪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就审议通过。6000多公顷啊，没有这么快的效率。中华民国政府效率有那么好的话，我真的不相信。为什么《天下》杂志讲说，我们现在这种计划都是一种虚幻的计划？每一次我们问这些长官，什么叫蛋黄，什么叫蛋白，其实他们也说不上来了。记者去采访也说不上来，一直跟你讲说以后一定会好，一定会好，真的吗？第3跑道建了，问一问没有飞机来怎么办？对不对？好，大陆也在做啊。
在我们亚洲周边也在做啊，对不对？可是那樟宜台湾的机场条件不是一定最好。可是新加坡樟宜已经要盖第五航厦了，我们真的要急起直追，对呀、是这样的，就是说是这样的一个思考逻辑吗？我们现在政府跟我们打包票说，这个航空城做好以后一定如何，对不对？那万一没有呢？你们房子被拆了，你们学校被拆了，那怎么办？其實台灣有個鄉親講到，其他家庭是啊流浪嘅家庭，因為證書曬來曬去，假人生是因為證書曬來曬去流浪嘅人生。台灣教授講到，其實一隻大型嘅都市計劃，依家專業來看，其實我哋花青島嘅時間嚟清場嚟自己嘅討論嚟當天啦哈。但是所以看到係桃園航空場嘅種嘅公有計劃呢，綱要計劃是在100年4月11號核定，那整個區段徵收就要在整個這個都市計劃就要在102年的年底要來底定啊。所以只有2年的時間，教授認為說，其實這個時間就一個大的規劃案來看，以他的專業或者說其他國家的經驗來看，真的是時間是非常的短，效率真的是很高。但是真的能夠帶來這麼大的預期的效果嗎？還是我哋先看一下廣告以後繼續討論。出面台北嘅節目現場吼，上了下馬上來看到係幾早咧，就桃園航空場嘅經濟效益到底係乜嘅？所以我哋政府我從8個到2年期間嚟完成嘅都市計劃，看下航空城經濟效益。好，桃園航空場嘅開發效益呢，預期可以帶動2.3兆的經濟效益，840億的稅收，26萬個工作機會哈。那我想問一下我們的鄉親，對於這樣的經濟效益，其實看起來大家都可以受益，你們為什麼覺得這樣的效益沒有辦法說服你們？你們理由是什麼？請大家舉手發言好嗎？好，沒有發言過這位。有一個很直接的例子，就擺在那個青埔鐵路旁邊。青埔鐵路旁邊哈，就高鐵站那個青埔。對，高鐵那邊根本就沒有人可以做生意嘛。哦，如果現在這個都市計劃搞成那個樣子的話，各位鄉親，那一些都是我們的土地，我們的住家。那現在1坪多少錢？30-40萬呢？那如果說我們的住家可以變成30-40萬，我們為什麼要這樣簽呢？對不對？這個都市計劃太草率。再來就是說，環評也通過了哈，那個聽說12月底又要開始進行區段徵收了哈。那些通過，就像剛剛我們這幾位大哥講的，完全沒有村民的同意哦。我不知道他那個同意是從哪裡取得的。每一次開說明會的時候，鄉民全部都是說持反對的意見徵收。像航空城南港區徵收的話，那邊在那邊發吵。那請問一下，那有什麼發展？他說這個工作機會根本就是騙人的。那我們說，我們辛辛苦苦的。我們的下一代在掙錢都已經不容易了，我們已經好辛苦了，買了一個房子，政府就是說話要給我們徵收就徵收，請問一下，他有給我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嗎？沒有。大姐，我問一下好不好？這一本7月份縣政府出的這個案子裡面講說，民意傾向，地方民眾傾向希望政府以區段徵收方式取得這個計劃用地哦，還有選擇可以領取現金補償，或者是選擇領回可供建築使用底價地，共享開發後利益。這個是沒有問到你，是不是？還是問到其他人？沒有啊，在座的你們可以大家可以舉手看看誰有說那個願意？沒有，完全沒有。我覺得這個橫着在走路嘛。好，那謝謝這位大姐。剛剛我們那個林局長舉手說他來補充說明，我們先聽他講一下好不好？謝謝。這嘛是一個都市計劃階段，都市計劃階段，你看陳代表有在提吧？說我沒有來跟各位協議怎樣？都市計劃過了以後，才有辦法進到區段徵收。那剛剛陳代表也提到說，我們現在為什麼就開始在做一些問卷？可是林局長，是土徵法裡面有講到哦，需用地人必須在這個
计划送请目的主管机关许可之前，要先办公听会哦。所以是先有公听会，才有成案，成案之后才是区段征收，顺序应该是这样子。你个报告哈，你到区段征收的阶段。你一定会来召开协议架构说明会跟区段征收的公听会。可是公听会啊，在更早之前就应该要开的啊。都市计划阶段，他现在就是有在开公展一些说明会嘛。这说明会是都市阶段都在开嘛。区段征收阶段。我讲的是，如果这案子它必定要土地征收的话，土征法里面是有这样子规定的。成案之前就要先开公听会啊。区段征收前之后才是成案。对，没错。区段征收前。区段征收的说明会。对，区段征收说明会，到时候我们一定会去开的啊。还有协议架构会议。所以你前面该听公听会，听大家意见，公听会你并没有开，你现在只在看后面的说明会。都市计划的一个公展就是要听大家的意见啊，就可以来修订教授意见来做计划。我想请问一下教授。对于这个行政流程，您跟我们解释一下。我们根据这个我们县府那个网站上面的那个这整个时程，今年7月公开展览，8月说明会，12月就通过了，5个月，你们都不知道它就通过了，对不对？那通过的话，你就必须要根据都市计划执行啦。好，那教授，我们继续来听乡亲的意见，好不好？还有。好，那位大哥。去年我们航空城开始开说明会的时候，我们就一直跟局长他们反映，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原地来保留。那局长他们还有工作站那边的人一直跟我们说，没问题，只要超过0.2公顷的时候就可以原地保留。然后他还跟我们讲一个非常明确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他们在画都市计划的时候，他们会避开人口的稠密区。可是你知道吗？当今年的那个正确的图出来的时候，我看到都快要晕倒了。因为我们在果林国小旁边，大概有50几户，我们当初一直在反映说，让我们原地保留。可是他竟然刚好在那个地方开了一个60米的大道，就在果林国小的旁边。各位，你想想看，小学在那边，它不吵吗？对不对？那小学可以，为什么我们不能住呢？而且它更好笑的，它的产专区是鼓励企业来盖宿舍、旅馆。那宿舍可以，旅馆可以，那我们住家为什么不可以呢？马英九的12项建设，爱台建设。航空城是其中之一，那可以提高国家的竞争力。那108年，我们的将近上万户的家庭不见了，没有家哪里有国啊？这位同意吗？那政府要强制征收，一定要合理，让我们同意。再过来我们那边是航道，那航道说实在，每一天有噪音，飞机飞过来，也有好处也有坏处。像我的孙子啊，每天起来说：“阿公，那边是富士航空来了，长荣来了，好啊。”每家航空公司声音不一样啊。台北市的圆山湾的库伦街那边也是航道，为什么我们这边要撤掉？那台北的库伦街那边不撤掉？假如是因为噪音的话，为什么台北市可以，这里不可以？那最后一点假如说真的要强制征收，我们希望一定要把我们安置好、盖好完整，我们再搬过去咱中央国际机场征收一摆，工业区征收一摆，即马佫征收一摆，18串即马佫征收潭海洋串清楚7、8串，偌可怜！而且伊敢若势在必行，恁这开会大家抗议有效吗？我认为敢有效吗？是啊，无效，你做这10场、8场、100场有效吗？对无？你爱一个白纸写予伊。第二，我是感觉讲，你要赔偿的问题，是毋是讲加建的部分，或者是讲我旧厝翻修的部分，要什么比例无？对无？这伊会当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好，谢谢。好，谢谢这位大哥，谢谢。好，那这个后面那位大哥有讲到说征收拿回来比例哪一位局长要来回应？好，我们的林局长。
建筑物吼，咱即马征收的建物征收的补偿，伊是采重建价格。哦，重建价格是讲你即马的厝是什么材质的，不管你是10年、20年、30年，唔管你即马会是什么地段，伊是用重建价格来帮你估算的。哦，啊，桃园关当然有定这桃园县是重新再盖的那种价格。哦，啊，那这个东西我们在桃园县都是定有一个自治条例，它都有它一个标准的存在。哦，啊，因为厝拆掉补上你来起新的厝，这目前这个行情。在以我们这样的经验，他的那个钱都是足够的哦。这点我讲，大家放心啊，大家放心。可是他们要到106年到107年才去抽签那个分配的抵费地呢？那现在的物价跟到时候的物价不一样啊，所以就会有很大的价差啊。对，这个我们一定会考量的。这个也会考量。物价都会波动，我们一定会去做考量。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这位大哥。好，那刘代表是不是有补充的？刚才教授有讲了。一个重大的开发案，这么短的时期，你就要让它去通过了。尤其刚才那个都市计划的图啊，他们是政府在做事，他们既定行程一步一直推上去。那我们所写的意见调查表，我们写的陈情书，包括各社区、各庙宇、个人的陈情书，你们有看吗？还是你们丢在旁边？只要年底。你就告诉我们说，你这个都市计划一定过嘛？那104年6月至10月的这个区段征收，你们就要来办理说明会，就要来办理征收了嘛？是不是这样子？让我们人民无力感啊！那么大一个征收案，尤其啊，我们看不到他一个真正诚意的安置计划。他说你们可以去区外安置啊，你们要安置的人请举手。结果他拒绝我们的意思。尤其刚才有讲到一点啊，你105年要拆我们的房子，108年要配地，那么这几年当中的物价上涨，有向来吸收嘛？物资波动有向来吸收。宋会长所讲的，啊，你这好好的部分你要安怎？是不是讲你好好甲这民家厝安置这块合宜住宅，安置住宅全部在底价地园区内跟我们盖好？让我们搬进去安置好了以后，让咱人民先安稳嘛。了后，征收园区里面你要拆、你要整地，你再进去做，这样子好不好？所以尤代表，你们最坏的打算就是说，好吧，一定征收，但是先安置后拆迁，是这个意思吗？对。刚刚有位乡亲提到高铁的青埔站那边哦，现在地价标得很高。那长期研究桃园埤塘的陈其鹏陈教授。您对这边埤塘应该不陌生。过去这边埤塘交易记录很频繁吗？埤塘地听说从1坪几千块，从公告后去年9月18号开始，已经转了2、3手，而且1坪已经来到了7万多块，甚至上10万块都有。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交易量，这么频繁的转手，这么飙高的层数，到底是为了开发经济，还是为了炒土地的利益？我发觉桃园埤塘是给上天给我们桃园人桃园乡亲一个财产，一个宝物可是你把它变成一个炒作土地的一个资产我觉得就是暴殄天物了，你知道吗？像我们的计划书里面也提到，对不对？埤塘要保存下来，对不对？可是保存绝对不是那种现在这种把它圈起来变成公园化的保存。我们现在看其实是像它是一个水脉水文的一部分，对啊，它很多水文嘛。陈主持人他因为小时候在埤塘长大。埤塘不可能单独的存在嘛，埤塘它必须死水了，它是要有一个系统，一个生态系统。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非常不同意这个都市计划？我觉得我们局长，我们城乡局这边应该对中央，跟中央好好的去反映。其实我相信我们城乡局有非常好的一个蓝图和一个计划，怎么样把我们的桃园的埤塘跟我们的都市计划做一个紧密的结合，对不对？埤塘绝对是可以生鸡母的东西，你知道吗？生鸡蛋的东西，你知道。好，那谢谢我们的郑教授。我有个问题要先请教吴局长。其实关于埤塘这个问题，地方的媒体其实已经披露了很多。我们现在上网去搜寻桃园埤塘，2个部分会搜寻到，一个是生态环境，关心生态环境湿地的，会来看到桃园埤塘在这个征收案里面状况；另外一个就是房地产的。投资客到哪边去找投资标的，也会知道桃园的埤塘县政府怎样看待这个埤塘？它究竟是像刚刚教授所说的一次性的炒作土地利益的商品，还是它真的是属于桃园县？过去桃园县政府曾经把它列为历史建筑，
把它列为是台湾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一个潜力点。但今天到底我们看待埤塘县政府是用什么样的眼光？请告诉我们，谢谢。好，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各位乡亲说明埤塘我们是一定会保留。那保留有2种方式，一种是不参加区段征收，一种是参加区段征收。那我相信各位乡亲在我们12场的说明会里面，有很多乡亲是属于埤塘的地主，他希望参加区段征收，因为他说旁边的农地都已经变建地了，我保留这个埤塘有什么用？已经没有灌溉功能，包括水利会，他都告诉我们说已经没有灌溉功能，可以废掉。他也希望参加区段征收。刚才陈教授，我跟他也是10几年的朋友确实陈教授对于埤塘的保存非常的用心，所以我一开始我有说明，埤塘一定会保存下来。但是唯有公家取得所有权的时候，我们才更有权利去保留它。如果说今天照目前的都市计划的草案，把它划为埤塘专用区，还是维持私人的所有权的时候，它大可把水放掉啊，就变成一个干的池了。这样子会达到我们保留埤塘的目的吗？未必，未必。所以这个部分，那中央跟我们都重视到了。那我们当然一定会想出一个很好的一个对策，希望能够列入区段征收。这个问题症结点恐怕不是在于说埤塘要不要现地保留下来，而是它经过这么多手之后的交易价格之后，埤塘一口随便都几公顷那么大，它可以分配到底价地、底费地，那个投资效益是很高的。其实民众争执点是在这个地方，中央的不管是环保署或内政部的城乡分署，他们不同意的也是这一点。这一点其实你们都没有回答到我想土地的炒作并不在我的业务范围之内，我们绝对不会考虑所有权是谁的。那整个埤塘的纳入区段征收，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大原则就必须要从我刚讲的那个架构，旁边的农地已经没有了，埤塘已经失掉它的一个灌溉功能是这个问题那当然就埤塘的一个价值来讲的话以目前我们的公告现值我想林局长在这边它的一个价值一定会比农地稍微低一点，那任何的一个民众去投资，我想我在说明会的时候，我相信我都有提过，我都告诉各位乡亲，你的土地不要卖，我不管你是农地、牧地或者是埤塘，我都建议各位不要卖啊，因为既然人家仲介公司会花那么高的价钱来跟你买，他已经想到说后面分回来的面积虽然是只有40%左右，但是它的价值绝对超过现在。碍于时间关系，我现在开放3位台下乡亲发言之后，我们请台上来宾做回应还有总结，谢谢。哪3位乡亲请举手发言好吗？这边好，这位小姐。如果说政府要开发这个第3期跑道的话，他应该考虑到这些村民的财产问题，因为他来征收的话，他没有说怎么安置，应该是先建后拆，不是叫我们到外面去租房子，哪里有那么多房子可以租？我们要租的人要到哪里找房子是一个问题。然后我们住的是透天厝，你应该还我们透天厝，不是还我们安置大楼，我们不要住大楼。政府应该是盖一些透天厝，原本透天厝的居民应该还给他们透天厝的房子可以住，不是去住那个安置大楼。然后你政府要来征收我们的土地，每次都讲说，你的底价地是怎么算？权利范围都算那个权利金，权利金是怎么算？是你政府自己规定的，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百姓？你既然要来征收的话，是要让这些征收户有利于这些征收户，你才来征收户，这些征收户才会答应你们。不然的话，你们是等于是对我们这些征收户是剥取我们这些征收户的财产，所以我们不同意。历史上告诉我们啦你讲会当制造2.3兆的产值啦。民国60多年的时候啦，要甲咱征收的时候啦，讲咱10大建设带给大原乡共存共荣。结果机场在存的时候，我们大原乡进县建30-40年，咱的就业机会当初也有保障我们嘛。结果咱即摆大汉乡的乡亲，中辈时代若要趁钱，咱的囝儿时势爱流浪他乡外里，哪一点敢保障着？所以讲我们反对，坚决反对征收。征收的这个委员会最好是可以促成一个听证会，让我们民众有完全参与的机会。
你们不要自己官员一直在那边开，一直在那边开，你的程序一直在那边进行，然后呢，102年之后，103年他就要开始征收。那时候我跟你们讲啊，我们居民都没有权利去跟他们讲任何话。他说他要依法行事，政府都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在这边所提出的任何意见，他都会说我纳入考量，我纳入考虑。结果有没有？对啊，所以听证会是很重要的。我希望我们这边可以给我们一个答复，谢谢。好，谢谢。好，这位大哥哥所讲的听证会在土征法修改里面曾经要提进去，但是没有通过了，大家还要继续努力修法当中。那最后我请台上4位来宾回应相亲发言，而且做总结哈，谢谢。从我们的吴局长先开始。那我现在要告诉各位是就都市计划的角度。那么我们现在的都市计划的公展，那么在今年的8月22号期满。那现在内政部的都委会已经在开始主专案小组审议了，那么已经开过2次的小组会议，那么接下来还会陆陆续续开至少有6次以上的小组会议。那么他们也预计在10月或11月初的时候，大概是11月的时候，会来这边来听各位乡亲你们所陈请的一个意见。我们有这个安排，因为这个是都市计划的程序必须要走。我想陈老师当过我们桃园县的都市计划委员，他非常的清楚。各位的陈请意见，内政部的都委会的委员会到我们的桃园县来，那么我们会找一个场地，那么听各位的陈请意见。那么因为整个的一个都市计划的程序，它是一个合议制，并不是说我今天一个城乡局局长各位的要求，我就说好，我答应你，我没有这个权利。好，所以这个部分我必须要在这边跟各位做一个厘清。好，谢谢。好，谢谢我们吴局长。那吴局长有吴局长的程序要走，那地震局这边也有地震局的程序要走。我想跟各位乡亲报告就诚如刚刚陈代表一直在讲说啊，你们这个阶段就还没，为什么就开始来办小型的座谈说明会？我想跟各位乡亲报告咱桃园的大官地吴志阳县长非常非常关心每个人的一个权利，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们提前就是要来了解。整个乡亲的一个声音跟想法我想说，航空城这么大，那当然对各位乡亲提出来的一些建议跟意见，我们一定会予以参考跟尊重那当然，这个航空城能不能成功，也要看各位乡亲多多的支持跟协助，有你们的支持，这个航空城才会成功。我想说做一个简单报告。我们请陈教授发言。我针对的这个埤塘，现在埤塘是国家湿地我们现在叶副县长他也是湿地保育法里面很主要的一个人，他知道湿地保育法里面有8字箴言，叫做明智利用，还有生态补偿。刚刚吴局长说这个埤塘就是把保留下来以后再卖给人，我觉得不要当做一个房地产来赢货两讫这种东西，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思考。第一点，我们在埤塘具有这种防灾的功能呢。只要我们减少一次灾损，我们好几十亿就省下来，这也是一种钱呢。天然的滞洪池，对啊，不是既有的滞洪池啦。还有生态减碳，这个都可以算。所以我们现在几个学者在算所谓的生态的价值，量化的生态，一个生态到底值几兆，对不对？这个钱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埤塘的地主他可以去分享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埤塘跟都市计划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明智使用8字箴言嘛，明智利用，生态补偿，这绝对可以帮我们航空城，帮我们的桃园的埤塘找出一条永续的道路。这点我必须要说明的。好，谢谢我们的陈教授。最后我们的尤代表，我要甲咱乡亲报告，全台湾倒一块土地像咱大汉这么艰难，这么贫困，咱的人民所过的生活水准不如他乡镇，尤其是即摆航空城要来甲咱征收。伊敢若讲，伊会当创造26万的就业机会，他能创造多少产值出来？但是这物件我未看到，我就知影讲，伊要来拆咱的厝，要来征收咱的土地，将咱一块砖一块下所起的家园呢，要来甲咱征收的，无甲咱讲好事，咱坚决反对，好无？咱外口人知影讲，咱大汉人毋是点点毋出声。咱坚决的反对。好，今日几场的村民大会谈下来，可能你嘅体验，提嘅乡亲对了台湾历史上最大嘅都市计划，韩国嘅最大面积嘅土地征收嘅，安尼呢，佢哋已經係強烈提出反對啦，哈。但是政府單位方面呢，可能佢哋
拿出亲他嘅诚意来民众沟通，但是伊就欠嘟嘟的，并无得到乡亲嘅认同啊！啊，像你啦，亲他嘅案例，係咪真正做嘅啥？是一个沟通，是一个诚意，可能远远嘅还蛮拉败啦哈！啊，像你案例呢，值得村民台北持续来关心，也值得唔嘅注意。啊，像创造松亚局面，绝对唔系以下情况做得到嘅。未来鹿晗当场，未来鹿晗当业，希望大家共同来关心。希望大家支持再飞。谢谢。